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读做月，第八条。月就是违背颠倒头做，像咱讲逆天行事。另外无顺利、无顺势，咱讲逆境。若无听时大话，应喙应字，人讲五月。不孝囝，有人讲月子，嘛有人讲是月天月地不孝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行月，古早本来有物件真乱的意思，也毋过即马听到行月，大部分拢会理解做真残、真白、真歹，也佫有起骹动手的感觉。特别是讲对是大人，咱就会讲是行月是大人。第二个词读做五月，同款嘛是违背时代的意思，无听话应喙应字。嘛有人讲是不孝，也毋过这个感觉起来，这个程度比行月较轻度，是讲话或者是面色看起来较无礼貌，较无听时代的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，劝你有孝千万句，若袂晓有孝是猪狗牛，唔通行月是大人，五月嘛唔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月读做月，第八条提供予大家参考。